其實我一啲實力都冇，我係偶像派嘅。耶耶耶耶咩啫耶？有乜好嘢啫？風水輪流轉，風水輪流轉，嚴寒地產已經去到邊緣，到處天災同人禍不斷，就連上帝都唔知點算。外戚掌握晒公司大權，加埋10條人要好鬼串，全體員工就好鬼死眼冤，將是三兄弟話作個了斷，齊齊發動黃巾之亂，搞到老細到就要揾窿捐。朝廷為咗穩定局勢，出招搞埋啲地方整兵制。黃巾雖然得到壓制，不過代價都真係好鬼貴，因為群雄唔聽指揮，咩話唔聽老細支咪，漢寧都嚇到去埋勢。何進立咗個細路為帝，十常侍咁啊當然話唔制，聯手演出場攻心計，袁紹董卓啊爭凳仔，最後朝廷被董卓控制。董卓佢就辭封太師，立咗個細路嚟坐龍椅，根據嗰本《三國演義》，睇中貂蟬嘅國色天姿，翻工奪權倒行逆施，放工同妹女去開 P， 18路諸侯威脅京師，不過大家都好鬼自私。好彩黃允有 Plan B， 煽動呂布殺卓當眾陳屍，獻帝嚇到屎急尿流，慌張出走揾曹操求救，以為撞到漢室老友，其實曹操雖然未成氣候，只係緊控制住演奏，當然呢啲對佢仲未夠，早就諗緊挾天子令諸侯，講到呢度要唞一唞，隔離條賣鞋咁啱又姓劉，自稱係中山靖王之後，而且失途仲要去到手，三兄弟桃園飲咗啲酒，於是決定以劉備為首，幾年轉戰咗四圍走，跟住入主埋徐州，呂布用計把徐州偷，於是兩家就咁結咗仇，係時候望望那邊廂，孫氏江東好吃香，孫堅拆權仲有上香，過海打咗幾場勝仗，袁術稱帝挑戰中央，益州木個名叫劉璋，荊州劉表好多猛將，馬韓二人匿喺雍涼，漢中大佬叫阿老姓張，袁紹一家最夠薑啊，曹操都要遷都許昌，係公孫一家冇機會出場，群雄割據日日開片，袁紹見曹操唔多友善，南下官渡要決一死戰，俾人火燒糧倉軍心大變，唔使幾耐就接埋先，曹操矛頭轉向南面，孫劉兩派領導會面，孔明說服了東吳100邊，兩邊就咁聯成線，黃蓋炸河把曹操騙，加埋孔明嘅草船借箭，孟德敗走赤壁之戰，成為最終3分嘅導火線。不過東吳話荊州佢哋攞先，用計送咗關公上西天，就喺曹操去世嘅同一年，漢獻帝就被逼受禪，嚴漢國作400幾年，劉備成都將蜀漢延，思念兄弟日日失眠，決定要同東吳反下面，損失甚重於20之戰，臨死孔明留守身邊，就喺白帝城內寫個電，蜀漢忠心治好西遷，兩國關係得到重建，劉禪龍凳都未坐暖，樓下就發生南中之亂，孔明唔理長安有幾遠，唔似出兵想將夢想完，星雲病死於五丈原，司馬一家將曹魏壟斷，橫行無忌都好鬼串，反觀東吳好幾代子孫，孫權之後勉強苟延殘存，姜維乘之繼續北征，面對曹魏勝負打平，國力虛耗獨冇窮兵，黃皓流言散播喺朝廷，話姜維大兵唔係好勁，姜維隱居塔中避禍團兵，鄧艾入村要錄音屏，嚇到姜維佢都眼擎擎，佢話冷靜，我死都唔認，假行鍾會險中求勝，可惜偏面蜀漢早注定，大
大膽策略，雖敗猶榮。北越聯軍俾人了斷性命，司馬篡位改咗叫晉，殲滅東吳以射擊倫。三國自此已經道盡，想要睇就要等下一輪。百賴都斜道，頂唔順，頂唔順。